另外，这方面要来关心流感疫情，小连续3礼拜拢真严重。顶礼拜类流感挂急诊，予医生看人次已经超过9万人次，比前一礼拜提悬21.2%。其中北部也有中部增加上介济。疾管署预估讲上近一礼拜就是流感大团的时间，比本来按算的时间提早2礼拜。因为流感真够话人，刚顶礼拜就有9间学校学生囡仔做伙画着案件。看到厝内宝贝一直咧扫，阁烧袂停。平常时爱一透早，家长嘛带着囡仔来看医生。天气变化较大，流感疫情开始流行。疾管署观察，已经连续3个礼拜来起悬。顶礼拜类流感门诊急诊的人就超过9万个，比起前一个礼拜上升21.2%。以北部甲中部升了上紧。目前快筛是以 A 型为主了哈 ，A 跟 B 大概4:1左右。今年国外的数据看起来，不管流行哪一型，都蛮严重的。刷落来流行倒一种病毒，目前也阁真歹讲。以急诊类流感就诊的病例100%来看，顶礼拜已经来到11.1%，已经真接近大流行的11.5%。顶礼拜并发重症的病例嘛已经增加到45例，主要是感染 A 型 H1N1 上侪。疾管署预估上紧会伫这个礼拜就进入流感的流行期。进一步分析发现，顶礼拜流感的族群有18件，其中学校就占9件，但对比学校注疫苗的情形，已经完成66%，其中国小已经来到87%。是安那接种率这么高，阁会有这么多族群感染的代志发生？25%的学生是没有这个打到疫苗的那主要是因为一些原因，像怕痛啊，或者是说对疫苗比较不具信心。注疫苗了后，保护力敢若会当达到60%到70%，所以毋是注完疫苗就袂得到流感。但是疾管署也是呼吁，尤其是65岁以上的聚会人，也有红婴仔，上好伫咧12月底进前，就来完成注疫苗，减少并发重症的风险。伫咧旧历过年进前，疫情来到高峰的时阵，保护力才有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